塑料槍嘅加工呢，一般就包括開去水窿、開多點鎖窿，同埋喺塑料件上加上熱浸鉛水降槽，仲要按圖則收上合規格嘅螺絲先得嘅。工友 check 清楚做好加工嘅塑料件冇問題啦，就可以進行焊接裝嵌。首先就要將焊接機調校好適當數據，然後將塑料件按正確嘅方向放好，咁焊接機就會自動將塑料件焊接好噶啦。不過為咗確保質素，記住每隔20次左右就要做一次清潔工作至好啊。咁由於焊接機係利用熱力同埋壓力嚟焊接嘅，焊完之後就會留有焊屎。如果清潔機爬唔到嘅地方呢，咁就要用人手處理啦。裝嵌好之後，就要由有經驗嘅工友嚟 check 清楚槍嘅長度、闊度同埋對角線啱唔啱標準。咁另外咧，仲要 check 下塑料件表面夠唔夠平整，有冇焦黃同埋氣泡。如果唔啱規格嘅話，咁就要作廢噶啦。check 過合格咧，就可以逐一裝上配件啦，包括防水膠條啦、槍鎖、槍撐同埋定位墊等等。工友要先將膠條裝喺槍肉同埋槍框上預留嘅坑位，而膠條嘅長度要做到正確至好。咁至於安裝多點鎖呢，好處就係唔使喺槍框嘅正面鑽窿，咁就可以加強塑料槍嘅防水效能啦。安裝好之後，就一定要能夠完全鎖緊槍肉至好嘅。而家定位墊呢，就可以令到槍肉喺運輸期間同埋安裝之後冇咁容易變形啦。跟住每一隻槍都要接受全面質量檢查啦。首先就梗係要 check 下槍嘅大細尺寸係咪符合批准圖則嘅要求，包括所有配件要齊備，安裝位置要正確，螺絲要齊晒同埋收緊，防水膠條要緊密，冇反起，冇離啦。另外把手同槍鎖要順滑，槍肉開關要暢順。閂好槍之後呢，槍肉就要緊貼槍框，同埋冇變形，又要配搭平均冇走位，夾口要緊密，平滑冇氣吸，兼且要唔刮手先至得噶。一隻優質嘅塑料槍，內外就應該冇任何損壞以及刮花嘅痕跡，塑料面要帶有光澤，全部都符合晒，咁啊真係優質啦！完成質檢之後呢，工友就要用則師批准嘅清潔劑嚟作最後清潔啦。清理乾淨嘅塑料槍要做到冇任何污漬先得噶。咁跟住咯，就梗係用保護膠紙重新包紮好塑料槍嚟作保護啦。話明係保護，當然要用一啲耐用、容易清潔同埋較厚身嘅膠紙啦。仲有，記得喺槍肉嘅中橫料坑同埋底橫料坑都一定要放上木條嚟做保護，咁就唔會咁容易損壞啊嘛。哇，使唔使包到好似木乃伊咁啊？送到地盤都即刻安裝噶啦。記者妹，咁你係有所不知啦。塑料槍由製成至到安裝玻璃，整個程序隨時都會長達2年嘅。所以優質嘅保護對一隻做好嘅塑料槍嚟講係好重要嘅。包紮完保護膠紙之後，仲一定要再次檢驗清楚有冇放好木條，有冇紮實保護膠紙，膠紙有冇起角同埋起邊先得嘅。係嘅，開講都有話預防勝於治療啊嘛。跟住又點啊，國強？咁所有合格嘅塑料槍就記得要加上 QC Pass 之類嘅標籤，嚟證明塑料槍係已經通過詳細嘅 QC 質檢噶。咁樣收貨嘅人啊，都自然信心大增啦嘛。另外啊，為咗防止塑料槍喺運送或者安裝期間變形，企料之間闊過1米嘅槍就要考慮喺中間位置裝上臨時撐通，直至安裝槍框嘅時候先至拆走噶。